後生仔啊，似唔似睇戲嗰啲萬眾足球波啦？個後生仔係邊個嚟㗎？我係個侄仔嚇。你今日第一日上工就排雞啲㗎啦。家姐啊，過嚟見叔叔啊！哦，好啊。家姐啊，超叔係呢度老闆，全靠關照嘅。超叔，新仔係啱啱讀完有位氣體焊切同埋切割嘅課程，而家跟我學緊嘅。做呢行好辛苦㗎喎，成日又要踎低，工作環境又熱又焗又細。都話咁，如果你唔怕辛苦嘅，有前途嘅，幾十呢啲做啦。超叔啊，要揾人訂我幾支氣樽啊？唔係啊，我頭先睇過仲有戲喎。係就係，不過跟住要趕工咧，驚住啲供應商咧送唔切貨嚟，萬一要用晒嗰陣咪你咁 hea，所以訂你幾支喺度 stand by 咁啫。唉，樣樣都講錢，我哋呢行嘅生意啊，就越嚟越難做啦。而且講咩，人工又貴過人，政府又話做咩，做足嗰啲安全措施喎，嗰啲銀紙啊，好似倒水咁倒啊！你睇我今年啲頭髮都少咗，就快唔使多頭啦。超叔，越睇你越似出面馬路嗰棵樹咁。點解啊？你咁樣日新夜新，新嗰啲樹葉跌晒落嚟，你家啲頭髮咪就好似出面棵樹啲樹葉咁樣，所剩無幾啦，超叔。你把最後啊，唔怪得連女朋友你都冇啊！你又冇，我女朋友不知幾靚。喂，你啊真係搞笑啦！你咁嘅樣啊，俾我女仔溝你咩？唔通溝你冧馬？我姓老啊嘛。你唔去企？阿超叔，你都咪話我唔教聲，你哋真係。唔該，你真係買戲嘅話咧，入買大樽嚇，大樽可以入細樽啊嘛，一支大戲可以入6支細戲啊，連足慳翻唔少啊，超叔。唔得，大樽過細樽咧係好似慳翻好多錢，但係好危險㗎，唔可以咁做啊！因為大樽同細樽所承受壓力咧唔一定相同，而且用嚟過氣嗰啲用具咧又冇標準又唔合規格，工人咧又未受過正確嘅培訓，受到爆炸啊，命都冇埋啊！使唔使咁騰雞？所以話你個人啊，得咗做扮代表，你得去買汽水啊，大中換細中慳啲錢啊，危險㗎嘛！我妹啊有見到你啊，叫佢查後轉添啊，我費事翻去啊，但都係唔使眼嘅。你諗都唔好咁諗啊！曾經咧就有人咁樣做過，真係用得後款啊，將啲氣由大樽入落細樽，因為壓力太大，個風門樽就發生咗爆炸。嗰個人啊飛散咗出去馬路10幾米啊，個小隊仲過斷咗啊！我睇下你以後啊，仲有冇女仔中意你啊？有冇咁嚴重啊？新仔啊，呢啲壞習慣咧，千祈唔好學。哦，知啊。阿叔，早晨。喂，你早餐嘅？啱我廿九。哇！西邊升起啊！我對眼冇嘢係嘛？點解發哥今日咁小心嘅？今日密雲冇太陽喎，你對眼冇事。喂，發哥，你平時咪話開工前做檢查好多餘嘅？點解今日你咩都做得足嘅？一個原因嘅啫，今日有安全主任嚟巡查。哦，發好氣噶，周潤發都唔係個皮啊！知唔知咩叫做冇嗰樣整嗰樣？無啦啦都唔知點解公司要揾一個咩安全主任翻嚟巡查，真係。咁又唔係咁講，咁樣做咧都係為咗確保安全施工嘅啫。哇，發哥冇事係嘛？你咩病啊？你琴日喺廠度吸啲鉛水鐵啊，一定冇戴口罩，嗰個位置通風又唔好，你梗係將啲金屬粉塵咧吸咗喺個肺同埋氣管裏邊，你梗係患咗金屬熱病。冇咁誇啊，少少感冒啫。唔係喎，發哥，你都去睇下醫生，睇下咩事好喎。以後開工啊，一定要戴口罩啊！
其實開工嘅時候咧，工人應該先架設好適當嘅保護屏風，同埋佩戴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。例如佩戴安全帽咧，就可以保護頭部，避免高空撞物；合適嘅護眼罩咧，就可以保護眼睛，避免火花啊、熔渣啊同埋弧光嘅傷害。如果多人一齊工作時咧，更加需要用保護屏風嚟保護其他人嘅健康，因為我哋要顧己及人啊嘛。所有嘅焊接或者工件咧，喺焊接過程中會產生有毒氣體同有毒金屬煙霧嘅時候咧，我哋仲要採用局部抽氣通風，或者佩戴半面罩呼吸器，以避免吸入危害健康嘅污染物。皮革工作服咧，可以遮蔽焊工嘅身體同埋皮膚，避免火花、熔渣同埋弧光嘅灼傷。絕緣手套、安全鞋同絕緣地蓆咧，都可以防止焊工觸電。有啲工序啊，例如切割啊、研磨啊同鏟修啊等等，可能會產生高量嘅噪音嘅，我哋就要戴護耳罩啦。太陽鏡啊唔可以代替護目鏡，因為個鏡片咧就唔能夠有效咁過濾強光，抵受撞擊，而且唔能夠完全咁遮蓋住佢嘅兩邊。正確選擇同埋使用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咧，咁先至可以避免或者減低燒焊工作時所受到嘅危害。仲有啊，開工前咧要確保焊接工場內冇易燃或者可燃嘅物料，唔能夠搬動嘅可燃物料咧，應該用防火嘅物料嚟覆蓋好，例如防火氈。仲應該配備一位防火嘅搜查員，負責執行及留意有關防火嘅事宜。工場內咧要設置合適同埋足夠嘅滅火筒、沙桶同埋救火喉咁嘅設備。記住啊，呢啲防火設備咧要隨時方便攞到噶，仲要檢查同埋確保工作場所空氣流通，同埋有足夠嘅照明設備。天氣熱咧就要注意工作時避免中暑啦，仲要避免氣喉過度屈曲、扭轉或者遭到踐踏，防範氣流被堵塞同埋氣喉受損壞。如果通風不足咧，工序會產生大量有毒煙霧，或者令氣體未能消散咧，就應該採用局部抽風系統，以消除呢啲煙氣啦。若果喺密閉空間工作咧，就要為工作人員提供足夠嘅新鮮空氣啦。用緊嘅氣樽咧，應該凍喺度揸實佢。燒焊嘅時候咧，氣樽同埋燒焊位咧要保持一段嘅距離。工友亦都要小心燃點同埋關閉吹管，防止回火同埋持續後燃。亦都唔好將燃點咗嘅吹管咧懸掛喺氣樽罩上面，或者喺無人看管嘅情形下隨便擺放。而喺焊接或者切割工序之後咧，應該關閉吹管同埋氣體供應嘅閥門，仲要釋放喉管裏邊嘅壓力。喺離開工作場所之前咧，應該確保熔渣啊、火花啊同埋風險咧已經全部冷卻，以避免發生火警。而防火搜查員咧，要喺收工後半小時再到工場視察，睇下有冇燒焊剩低嘅火花同埋熱力咧，焫着一啲物料而引起火警。而使用電焊嘅時候咧，確保有適當嘅電源接頭，焊機要有良好嘅接地線，仲要有安全設備，例如自動調壓裝置同埋電源嘅漏電斷路保護器。工作場所更要有絕緣裝置，例如使用絕緣隻啊同絕緣台架咁。電線咧就要整理好，唔好棘到自己或者其他人啊嘛。做好晒工作上嘅安全措施咧，咁就唔會有意外啦。我呢挺咁嘅窮鬼爛命一條，使唔使咁錫身？唔係啊，發哥，錢係幾時有得揾？命仔得一條喎。如果只有咩事嘅話，屋企人好慘噶。你咪成日話有女朋友好靚嘅，你想成日見到佢噶，都係小心使萬年船好啲。硬係成日唔記得俾張相你睇。唔使啦，我趕採工。喂，使唔使咁驚青喂？我係判頭嚟噶，咁嘅事我要負責噶，你依足規矩做好冇？你話點就點咧。
心，我哋工場咧已經依足法例做足安全措施噶啦。你呢度咧雖然貼咗海報，但係仲未足夠㗎，應該貼多幾張喺當嘅地方，等啲工友可以容易睇到，提醒佢哋無時無刻注意職業安全。除此之外咧，僱主應該提供安全以及健康嘅工作環境，提供管理工業經營嘅安全及健康事宜所需嘅資源，仲有簽發安全規則及安全工作程序，並確保該等規則同埋程序符合有關法例，確保僱員接受嘅訓練及具備嘅經驗同所指派嘅任務相稱，確保管理安全及健康嘅責任有適當咁分配，而且有關員工能夠有效咁履行職責，同時確保所有意外及危險事故都得到調查，而所提出嘅建議亦獲得適當嘅跟進。先叔，睇好晒。哦，我已經請咗一位新嘅管工嚟監察住廠內嘅安全情況，聽日就上班啦。咁就好啦。超叔點得我多啦，仲唔輪到佢俾人點翻轉頭？梗係啦，佢係安全主任啊嘛，佢專業噶，佢講嘢咧一定要聽嘅。點解要聽佢點？讀多幾年書好巴閉。咩話，阿哥？講笑啫，講笑。咩講笑？咁緊張啊？使唔使咁緊張？人命關天㗎。你燒案嗰陣啊，喺附近唔可以食煙㗎。仲有啊，你用打火機點呢個吹管，你知唔知好危險啊？呢個吹管嘅火焰有成攝氏3200度，唔單止燒爛你個打火機啊，仲會火警甚至爆炸，燒親你隻手添。記住，第時用呢個打火槍嚟打火。梗係啦。各位工友，呢位咧就係我玩新嘅翻嚟嘅管工。各位工友，我叫江永達，大家叫我做阿達得噶。為咗大家加深對焊接和火焰切割嘅正確認識咧，而家請阿大哥詳細啲解釋一下。相信大家都攞咗呢個超焊嘅平安卡噶啦，就等我嚟考大家嚟。咁樣好唔好？唔好。咁呢又好唔好咧？當然啦，例如大型機械、鋼製結構、油缸、鋼容器內進行電弧焊接，就千祈唔好挨喺或者坐住燒焊工料上，要使用適當嘅個人防護裝備同埋絕緣架或者係絕緣地墊，避免接觸到帶電物料。若果落雨，就立刻停止工作。咁樣好唔好啊？好。咁樣就好唔好啊？咁樣好。冇錯啦。喺更換焊接之前，先確保有冇佩戴咗燒焊絕緣用嘅手套。如果情況許可咧，最好閂咗燒焊變壓器嘅電源，先至更換焊接。當檢查整理裝置嘅電纜嘅時候，就一定要閂咗變壓器嘅電源。咁樣好唔好啊？好。咁樣又好唔好咧？好。冇錯啦。唔夠精神咧，就唔好開工。同時空氣唔流通咧，就好容易發生意外。唔好用明火點吹管，要用打火槍點火。同埋喺燒焊嘅時候咧，唔應該食煙，因為食煙對身體健康都唔好啦。附近唔應該有易燃嘅物料，好似報紙、威士、木材等等。咁樣又好唔好啊？OK 啊！好靚添，好靚啊！如果冇命睇，又有咩用啊？嗱，做好職業安全就有命睇佢嘅戲啦。至於點樣做好職業安全咧，就跟住落嚟我同大家講嘅工友責任。係呢個我知，我哋嘅責任咧就係準時交貨俾老細。佢就保證你哋出到糧啫。嗱，我同大家講嘅係法律規定僱員嘅職業安全責任。第一，
每位從事呢個行業嘅工友一定要接受僱主提供嘅安全培訓，並且遵守有關嘅安全守則。第二，開工之前檢查所有焊接設備係咪安裝妥當，同時留意周圍環境會唔會增加焊接同埋切割工作嘅危險性。第三，充分使用及佩戴僱主所提供嘅安全裝置同埋個人嘅防護裝備。如果發現任何設備有咩唔妥嘅地方，立刻向管理層報告。第四，當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咧，需要作出情報同埋依照緊急應變措施，並與有關人合作協助意外調查成因。喂，我打份工啫喎，呢啲嘢我哋都要顧埋。當然啦，如果大家清楚每一種裝置嘅用途，大家工作起上嚟，單止得心應手，仲安全得多啦。咁又係。其實氣樽上每個裝置都有佢哋嘅作用嘅。壓力調節器作用係用嚟調節同埋監察氣體供應嘅壓力。防止回火安全掣，佢有壓力同埋溫度斷流閥，防止回火由吹管同埋氣喉蔓延至氣樽。小回閥係設喺吹管嘅入口處，防止氧氣回流至燃氣供應，或燃氣倒流入氧氣供應。至於呢個氣瓶安全減壓裝置，作用係當氣瓶經過唔正確處理，或者經過劇烈嘅撞擊而導致氣溫或者壓力上升，佢就可以開展進行制壓，以防止氣瓶發生爆炸。若果冇咗防止回火安全掣同位於吹管部分嘅止回閥，當兩邊嘅氣樽壓力唔平均嘅時候，氣體會回流入氣樽。燒緊嘅火就會隨氣體持續後燃，由喉管逆流而上，去至氣樽，引起爆炸。第二個情況亦係冇咗防止回火掣同止回閥。若果收工嘅時候唔記得咗關上其中一個氣樽，當第二日開工嘅時候亦冇做吹氣呢個步驟，氣喉內已經充滿咗混合氣體，所以當一點火就會發生回火，造成管內爆炸。所以咧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啲利用呢啲安全裝置，咁喺工作起上嚟嘅時候，就大家又安心，屋企人就放心。又呢樣又嗰樣，下下都要跟到足，搞得嚟到天黑咁咪即係我哋咩都唔使做。呢啲係法例要求啫，講到尾做足安全措施都係保障大家啫。我讀得書少，冇學過啲咩安全，咪一樣做10幾年，又唔見我分咁筆，到你分咗筆嗰陣咧就遲噶啦。新嚟嗰個管工阿達咧，有啲點做？知少少扮代表。講嘢啊！人哋堅料啊，你係想冤料啊，真啊！蕭叔今次揾嘅管工咧，做嘢真係好有條理嘅。起碼聽完佢講之後咧，我知道咩應該做，咩唔應該做。一定要注意職業安全啊！咖啡。爭啲都嚇死。阿樂，佢塊面點解燒成咁嘅？你講過阿科話，以前未見過佢嘅。佢今日先翻工嘅，聽講以前都係做你哋嗰行嘅。係嘛？係啊，有一次我風門樽漏氣，佢又唔知，仲點咗啲吹管，嘣一聲，後面又搞成咁啦。佢而家搞成咁，即刻又不良於行，老婆仲走埋佬添。佢而家做唔翻老本行喎。咪轉嚟茶餐廳打工咯。點解佢會咁唔小心㗎？唉，以前啲人邊好似家政咁樣受法律保障啊？而家啲工人咧一定要上堂受訓練嘅，攞晒卡先至開工。保證喺開工嘅時候咧，對於氣體焊接同埋火焰切割咧有基本嘅認識嘅。僱主又邀請管工負責參與切割同埋焊接工作嘅風險評估，協助制定相關嘅安全規則同埋程序。同時咧，有定期檢查保養有關嘅設備，以確保呢啲設備可以運作良好。同時咧，又會指導同埋監督啲燒焊工人
正確咁進行安全操作嘅程序。仲會報告任何事故同埋協助意外調查，以揾出適當預防措施，巡查各個工場，以確保工人嘅安全。唉，而家啲工人咧就比以前有保障得多啦。我哋應承2日後交貨，應該快手啲喎。應該過得切㗎。係咁啊，好啦嚇。無驚無險啊，又到5點即閃。喂，做得咁快？喂，女朋友嚟咗香港，最緊要就係又後生又靚女，唔係豬扒。喂，睇咗先，做咩啊？你知唔知冇山遵守就有啊？不嬲都係咁噶啦。咁你知唔知咁樣做好危險㗎？聽朝翻嚟咪又要開翻多餘。如果喺呢段期間漏氣，咁點算啊？有冇咁巧？咁巧唔見我中六合彩？你記住以後唔好咁樣啊！哇！你做嘢唔好咁肥嚟啦。唔好做咩聲？唔係爆炸咩？係咪柴咯？中科爆鑊係啲爆胎喎。爆胎？你知唔知如果正話啲點着支吹管，我哋一鑊熟啊？冇啊，頭先聽到電子聲，咁咪檢查下咯。原來條喉漏氣啊！睇你以後仲咁大意，仲咁咩？以後仲唔跟足法例同埋規矩去做啊？你嚇死啊！若果真係爆炸，我哋聽日大家都上頭條啊！咁又唔使做到好似驚弓之鳥咁樣。總之大家照足安全指引去做，咁就老闆賺得開心，我哋工友啊做得放心。咦？阿嬌你翻嚟揾我啦喂！家姐，你係佢男朋友啊？你係佢家姐？哎呀，阿妹，你識啲咁嘅，都時時射你，唔係好容易噶。係啊，阿姐平時咧好細心噶。點解你爭咁遠？嗱，老實實啦，話晒大家一齊都做親戚噶啦，唔好講呢啲嘢好喎。嗱，最多咁啦，我以後喺工作上面做足安全措施，我都想見多阿嬌幾面噶嘛，係咪？